銀行結餘大幅增加，令本港1個月拆息持續下試近3年低位，實際按息更加跌穿2厘，意味拆息按揭嘅業主唔需要再以封頂息率供樓。有按揭顧問就話，查詢個案即時增加。雖然咧，就大家都未知係咪可以持續，咁但係咧，大家對於樓市咧喺心理上咧都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。我哋都係觀察到咧嘅按揭查詢或者估價咧，都比以往係多咗1至2成。1個月拆息跌勢持續，早前失守1厘水平。以市面上拆息按揭 H 加1.3厘計，利率已經低見1.89厘。假設貸款500萬，借30年，喺月初仍然處於封頂3.5厘，月供22,400幾蚊。利率大幅回落之後，供款已經降到大約18,200蚊，2個星期已經供少4,200幾蚊。咁供樓如果係平過租樓，咁以及咧係銀行嗰個定期利率咧持續下降，咁令到買樓收租咧係更為吸引嘅話咧，呢兩大支柱咧，我哋覺得可以令個樓市咧重拾升軌嘅。咁另外咧，銀行因為嗰個資金成本咧下跌啦，咁佢哋咧往後咧係較有空間去推出一啲更吸引嘅按揭優惠，例如提高現金回贈啦，或者係減低嗰個 H1 嘅封頂利率啦，呢啲咧都可以激活到一啲加按或者轉按套現嘅活動，強化買樓個資金鏈。